继续来看今年的国庆典礼，大白的国旗将再一次由陆军的 CH-47的直升机吊挂进场。这面史上上大的国旗沿用着自年的寸尺，18米长，12米宽，面积大约是65平。陆军航空作战部今仔日特别来公布着直升机吊挂国旗整备的状况。讲这看起来正平常的国旗的吊挂。 包括国旗要安怎来系、安怎来拗，无人机要安怎来飞，拢有袂少的校本甲美感，袂当有一丝丝啊失角差。CH-47SD 轻旅客运输直升机将大白的国旗吊挂起来，青天白日满地红，随风飘扬。壮观的场面特别伫国庆典礼搁再登场，是讲事前的准备都爱未少功夫。 12个地面凹线小组的成员真细腻凹大白的国旗，这面历史上上大国旗是军备局209厂以线边降落线的布料特别制作，沿用101年以来的寸尺，18公尺长，11公尺宽，45公斤重，面积大概65平。先以蝴蝶折的方式折到国徽的部分，再全卷的方式卷到底，展开的过程是不会有 展开不顺的状况。地面吊挂便所将凹好的大白国旗，加上1800英镑，大概816公斤的配重地，用房车来送，交接到直升机顶端。吊挂绳啊以 S 型来扛，过程赶快袂落错。状况的排除有预定我们3分钟的紧急的排除时间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执行的话， 我们因为有预备期可以做使用，拉起那一瞬间其实是很快的。地面作业组他们要赶快撤离，不然会被国旗有可能扫到。为台南归人到台中的新社，佮到空军的上山基地，陆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吊挂国旗的训练将近2个月。执行任务的 CH-47SD 轻旅客运输直升机，上大时速306公里，上大航程1170公里，会当飞4点程度，作战的半径500公里。要过要吊挂国旗，这速度都未当上紧。吊挂国旗的最佳空速为45里，可以避免空速过大而造成国旗在空中的撕裂。看起来真平常的国旗吊挂任务，说一点都无简单。那考验到直升机前后长机组人员的协调，更加爱和地面人员密切配合，这拢是为着会当伫国庆典礼上完美展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